今天节目呢要带大家去一间炭烤店，而这一间炭烤店呢，它真的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它卖的不是一般的炭烤，而是它有很多的快炒，然后它里面有的菜色啊，哇，我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为什么这种炭烤店会卖这样的菜嘞？他们鹅肉一天只卖2只，再来呢，炭烤店里面居然会出现胡椒白菜鸡，这个不是在姜母鸭店才有的吗？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料理，是你在一般的快炒店或者是炭烤店里面你是完全吃不到的。那至于说它到底还有哪一些很特别的菜色呢？现在跟着我的脚步，我们快来看看喽。单亲家庭长大的周元良，自小即体会人情冷暖，然而他却展现勤奋坚韧的生命力。周元良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旅途中，敢于造梦，勇于圆梦，为自己寻找最佳的生命事业。于是他投身公益活动行善，以一颗细腻的心去感受别人的需要。店内的飞镖球投乐活动，凡是消费每桌即可投3球，只要分数达到，他立即送出红包，这也是他广结善缘的主因之一。店内的中国风装潢简单朴实，正凸显出主人家朴实的个性。看到前面8道菜啊，哇，我真的是好开心好兴奋哦，因为都是我喜欢吃的海鲜。然后呢，这个肉啊都很特别，有鹅肉，然后还有呢，这个是那个鸡肉嘛，然后都是那种高蛋白质的东西啊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欢。那首先，老板你要先从哪一道来为我们介绍起？不过老板呢要介绍起的时候呢，我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就是周元良，周老板。元良哥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。好，那元良哥，你要从哪一道介绍呢？那就先介绍咱这个鹅吧。哦，鹅吧，这鹅吧有什么特别不同款呢？因为阮的鹅吧是，阮的酱料啦，酱料是因为厨房台吼，伊特别一天空过来蒸蒸，啊，毋过阮限量拿一天拿2只。哦，一天拿卖2只。阮卖了无啊？啊，卖了就无啊？卖了无啊？哎呀，先预定讲我要2只，啊，这2只。后壁人来配合无啊？哦，安尼哦。系啊，因为鹅吧这种专卖店，啊，毋过阮是小炒性格，所以阮这种物件吼是特别为迄个想要食人提出的。哦，所以若要食的话，爱先甲你订就对了啦。对，啊无个，除非讲你来先多有。哦，安尼真正要食到恁的鹅吧，真正是足困难的哦，趁少机会无食，哪会使安尼哦？主要是恁的卤汁啊，吼，对，卤汁是。哦，卤汁空几啊点钟哦，安尼这卤汁应该味爱足透的，啊无鹅吧本身无滋味嘛，对无吼？不同诶，真正迄卤汁真正有透的对，啊无这个鹅吧吼，你若无卤汁吼，你甲搅咸吼，会真正这个鹅吧吼，无滋无味。你问了吗？你问了，佮有啥物特别无共款啊？这厨房讲叫我袂当讲。厨房讲叫你袂当讲的也私藏秘方啊，然后中国在私藏秘方。淡薄一点点仔咸，啊，佮一薄咸，那像豆腐乳的味呢。我的感觉啊，我唔知是唔是啊。哎呀，故意袂歹。那个鹅肉的肉质非常的酥弹，你讲我讲恁到鹅吧，人家困难，爱煮那什么的呀？哦，不过这个卤汁真的很好吃，真的，而且哦配上那个韭菜啊，还有这豆芽菜，吃起来哦，较袂胃嘴呀，讲真嘞。你即摆人青菜食较少，爱配来较胃嘴。你把它改成这哦，饺子人家胃嘴，那么下面有大介绍最值得的。咱这个金沙中卷。哦。讲到这个金沙中卷哦，它真的是小炒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经典菜色之一呀。因
甜是含迄个酥脆粉有无？嘿对。先大火先落去煎了，搁咱等下迄个咸仔落去拌炒啊，然后配料落去，对。哎，这个很多人都会讲说，哎，这个中卷啊跟花枝有什么不一样？中卷就是人讲的小卷啊，啊你小卷啊大只了，你就变叫中卷。啊你讲迄个花枝哦，花枝像咱一个迄个墨鱼料理啊，迄个是用迄个花枝做的。这酥脆粉真的很好吃哎。是哦。而且还有裹上那个浓浓的金沙酱哦，那个蛋黄还有咸仔卵，我那个咸仔卵应该料用要加济哦，啊无就无可能讲一炸起来是浓郁的。哦，热比就赞。因为我很喜欢吃吼那个咸仔卵的物件。应该是食不离啊，我食迄个切啊。哦，那个酥脆粉真的弄得很好。我们在有那边混染这会变酥脆粉啊，就那个酥脆粉的味道，真的很棒，我非常喜欢。哦，你若烧的时阵食起来哦，尽量这个，而且这个讲真的搭配，那爱吃秘鲁的人哦，搭配这个。啊，爱食秘鲁，我爱讲这个。哎，公鸡肠哦，这样这样。酱爆鸡。酱爆鸡。哦，酱爆鸡够人满意嘞。无啦。无哦。无哦，而且那它里头。你温大火落去煎，啊你打迄个伊皮脆脆。哦，皮脆脆哦。酱粉里内底。啊，所以这鸡皮一定爱食的对啦。一定爱食，啊，毋过我咧食我是不会食这啦，我食夜姜尔，就是讲配秘鲁姜全家赞。哦，配秘鲁姜全家赞，哦，炸得很酥脆，真的很好吃。而且我看那个主厨哈，他在炸这个鸡肉的时候，它是一块一块下去，伊无像爱煎个咸酥鸡，迄规个落去安尼，哦无，真正，他真的很用心在做，而且它炸得非常酥脆。然后重要的是姜哦，我要讲啊，我讲这个姜啊，你冬天的时阵你是不要吃姜不得，对。所以它可以驱寒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有人会觉得说，哎，姜它还可以顾肠胃，在有的人哦，来行车哦，你可以吃个这个姜啊，对身体，你讲身体健康无对啦，但是你要看口水的。会使啊，你就叫做吃啊，你吃这蔬菜啊，真正啊，我喜欢啊，要不然搁食一地好啊，什么较受气。爱咸的，爱咸。没凉啊，这样。辣椒都是吃啊，真那样。姜母汤就在吃啊，姜母茶就在吃啊，对不？真那样。对啊，这袂咸嘛。个人食饱，食饱我食饱海产。好啊，食海产啊。对啊。这虾啊。你食虾汤看卖？海汤吗？哎。哦，新鲜。真到蒜蓉虾呢，我闻到一个哦，蒜头味，这香诶。哦，这烧啊，虾汤边啊，啉汤就知有青无青哦。甜甜呢，干咩哟？虾啊，迄个滋味。种新鲜的白虾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道蒜蓉虾吼，无论讲是家宴呐，还是一般餐厅哦，常常看到。但是会晓煮，袂晓煮；会晓料理，袂晓料理，这个真正功夫啊！因这虾啊，你讲白虾啊，白虾嘛吼，真正青有 Q 弹。食看卖，食看卖。所以一定爱吃啊！我这里爱吃海鲜的人。个做烧呢，做烧呢。哦，Q 哦。哦。它虾肉非常的 Q 弹，真的很 Q 弹。我逐工菜市啊补的嘛是卖了无啊。所以冇限制的对啊。无限制啊，无后点着卖了无啊，伊这个物件高档啊。因为它是有加那个蒜蓉下去，而且哦，我要讲一下这个，它的下面还有加上豆腐，这都是
蛋白质非常多的，而且都是好的蛋白质。会蛋白质哦，对咱身体是有健康的，所以咱要食蛋白质，一定爱食好的蛋白质，袂使食迄个无好的蛋白质，啊，对身体吼是一种负担。你今仔上烹饪课吼？有啊，我今仔一个老师，搁一个助教。就是有啦，这那个浓浓的蒜香哦，真的再加上新鲜的虾子，真的非常的棒哦，那个。吃在对对，你光是吃在嘴里，那个味觉融合在一起哦，那个是非常绝妙的滋味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？哇，生蚝哎，男生女生的最爱。对，而且生蚝你知道吗？它有海洋中的牛奶之称呐，它来有矿物质、铁质，哦来有什么铁质？这因为对女性来讲哦，对女性来讲，以补血补血，所以女性朋友你也欠会你加价我不要紧。啊不，你干嘛？我最高纪录，我一次啊，我去吃到饱啊，我最高纪录一次吃几颗？我有，我这体应该2点没。什么2点的？这你爱吃海鲜的人哦，可能2点、8点。8点。然后无继续食是因为我一个人去体做歹势。我都无搁继续加了。没有啥问题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生蚝，它跟牡蛎啊，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它们不是同样的东西，其实它是一样的，只是说种类不一样而已啊。就是结果量比较细粒啊那样啦吼。好，那讲到你们的生蚝比较特别一点，一般生蚝伊拢用青嘛，啊无就是讲用焗烤的。但是为什么要用焗烤？恁敢有想到？为什么要用焗烤？是因为焗烤的人，你青刀像青盐敢食，嘿，啊你焗烤味倒落去吼，破伊的青刀落去吼，大只甲袂啊，敢有个敢欠补安尼，哦，你会晓入口即化，你食你袂较像怪怪的人，敢食上青物件就是。哦，是安尼。阮这个有蓝莓的沙拉。沙拉？什么沙拉？苹果丁沙拉。苹果丁沙拉。哦。看一下哦，我先食焗烤哦，我好喜欢吃这个起司哦。我真的好喜欢吃起司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吃那个焗烤面哦，光那个起司哦，都觉得我觉得开心啊。我讲苹果有啥讲苹果？有啊，苹果，加苹果最好呢，为什么会想要加苹果啊？从综合一个啦，安尼吼，大营养都嘛会晓加倍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焗烤生蚝是咸的，然后你加上苹果，苹果淡薄低嘛，它又有胶质嘛吼，而且又有铁质，所以加起来吼，吃起来味道也当中和，因为有人惊那个伤咸嘛。但是你也加一寡个苹果了后，你会变来讲，食起来较袂遐零死咸，所以接受度是挺高的。这个是主厨研发的吗？对。哦，你们主厨很厉害呢。我冇食过安尼真正，唔捌讲。对。唔捌拿那个苹果的那真正唔捌。这个好吃。哦，那个苹果沙拉真的好好吃哦。我很喜欢吃苹果沙拉。反正对大容易。那有什么问题嘞？开玩笑。哦。来，接下来这个，咱的手机石斑呐。来讲，看到这手机，我大了解一下，这手机是破布子。对。来，破布子你也客气。好。破布子有啥物好处？我哪知老人都爱食呢，好处我唔知。老人在食，我来讲破布子，纤维足侪啦，纤维质足侪啦，然后。但是毋是生下来食上济，头一季甲你讲，你爱食破布子、降火气，对无？你虽然食上济是会上火，敢没？你感觉食过生下食做济爱上火？没有，我做食团啊，你嘛上火过哦，你拢食绿乳降火啦。所以生下食上济，人就讲爱食破布子，因为破布子伊本身就有咸度啦，对无？所以有咸度的时阵。伊就爱稀释
所以西式了，这只鱼啊，拢无需要加任何鱼啊。对。我问你，你这个石斑是爱大只较好咧，还是小只较好，还是中斑咧？啊，2斤迄个卡刀鱼肉质上好啊，你上大只去上差。这我主要问主厨的，伊甲我讲的，真正是1.5到2公斤内底上 Q 弹。真的呢，很好吃呢。这个石斑 Q 哦，八九。对吼，咱这破布子真正好食，像人破布子的准迄个卵吼，炒卵哦，我嘛最爱食哦，这破布子真正好。对哦，最好食，无炒卵爱用油啦，这是免啦。不过石斑哦，你若用吹哦，真正会当看出讲这鱼啊是毋是有青，尤其海鲜的物件，咱若用吹，咱就知影讲有青无青啊，对无？好，过来要介绍这是啥？来这。全台南市拢无的，全台南市拢无的，这是啥？这下酒的好东西是呢。下酒的好东西，这看起来细只呢，咱无拉鱼呢。这无拉鱼吗？看起来咱详细啊，因为无拉鱼大概拢4公分左右啊以下。你食看嘛，敢是无拉鱼？我食看卖啊。是啊。是哦。是啊。你真正吃货。我本来就吃货啦。然后，这样哪做呀？我看你不然一样，外口卖都无共款呢。卡斯达粉而已。哎呀，这应该全台南市无人。对。有小炒做这。嘿。这配酒好诶。卡斯达本人都没做面包诶。阮下淡粉啊。下淡粉哦，要不然卡斯达粉有什么特效、特别的功用？老师好加些。我来加些，我卡斯达粉呢，它的奶香跟果香都特别的浓郁。一般人会用太白粉啦，是不是？就就给按了多钱呀？是不是？那老师教，甲阮导师教人我也要注意家里卖搞配。呢？哦，真的，这个卡斯达粉下去真的，好吃。而且因为它特别的浓郁，非常好吃。这个人你讲这布拉鱼是不是？布拉鱼是不是鱼？布拉鱼敢是？布拉鱼是啊，布拉敢是？错误的答案，错误。布拉鱼哦，它是鱼苗。鱼苗嘛是鱼。差就这啦。鱼苗是？不是啦，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布拉鱼它是有经济效益的鱼苗。事实上并不是，布拉鱼一大约是4公分以下，而且是透明的。重点是，伊生命周期几冬？2节。3冬。歹势减1冬，2冬。伊生命周期2冬尔，然后你没有吃它，你赶快去洗。它下完蛋之后，然后它就往生了。所以你没有吃它，它还是死。所以你就尽量吃。对啊，我要尽量吃啊！而且很多小朋友喜欢吃这个布拉鱼啊。营养成分就管。哎呀，因为人哦，拢种这个布拉鱼啊，它会跟菠菜这样一起下去嘛，或者是荠菜呀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个布拉鱼小朋友很喜欢吃，因为够一起呀那你今天又长知识了。所以叫老师是没有错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要介绍的是什么呢？来，这个汤，白菜胡椒鸡。白菜胡椒鸡，这一般嘛是爱专门的店家有在卖啦。对啊，烧烤店那我觉得白菜，胡椒鸡啊。我介意食咸嘛。你介意食咸哦？人无根本无炭烤店卖，我是讲过来卖看卖。伊是到尾就变焦白。变焦白哦。伊迄个唔免去加汤葱啊，你要加水落啊。加水就好。愈烫啊愈咸愈咸，你要加水就安尼落啊。你要食偌正，要食偌淡口味，家己调。你表示讲你的汤头内面用啊才好吗？无，因为胡椒粉是阮厨房特别调制。特别调制。一般是拿面包啦，阮是特别调制胡椒粉。既然你安尼讲，我无啉一下，对起我家己的另外还有白菜、后肉，毋过生命汤较重要，因为你讲你的汤重点嘛。
真正，佮无够险啦，对我来讲啊。啊，无够险，你要愈讲愈险，他有讲哦，愈讲愈变。啊，无食险人，你个人看见水就可以知啊。哦，麻辣火锅食顿的人。是哦。系啊。安尼当然同店一了，佮倒来食。对啊，无问题啊。安尼就做险啊。你敢要染规罐的迄个朝天椒落去？迄就无调味啊。哦，对对。因为胡椒粉嘛。胡椒香呢。哎呀，胡椒就是迄个，你是白胡椒嘛？系啊。哎呀，白胡椒就暖胃啊，这上解好诶。阮食这免排队的啦，你白胡椒粉不爱排队。这个有限制？恁这个哦，恁这个无限制对啊？无限制。哦，这有限制啦，迄有限制啦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无限制，但是感觉事先先有订。唔免啦。唔免咯。免啦，因为咱白位拢啊排足久，拢拍着去订，阮这唔免啦，这随着付。哦，随着随付啊，吼，好啦，真正是。毋过你也要食迄条，摕到2点钟卡。我摕到2点钟，是我还是别人？你。为什么？你讲要食较险，要帮你控2点钟。哦，是。哦，若要食较险的人，爱摕到2点钟来有订就对啦。好，要今仔准备这八道菜吼，哦，真正是拢。真介意，尤其吼，我看到这个海鲜的物件吼，我真正是挡袂掉。我去看到这个鹅肉，平常是无啥咧食鹅肉，因为这鹅肉较贵吼，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，蛋白质非常的好，真的是。今仔日非常感谢咱的元良哥给咱介绍家里整物件吼，真的非常感谢元良哥。那我觉得这些菜色都非常的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就不介绍，我就要继续开动。对，然后尤其这个都你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继续开动喽。每道菜好吃到让我心满意足、欣喜若狂、笑逐颜开，太合我胃口啦！今天的8道料理呢，真的是让我太高兴、太心满意足了。尤其呢，主厨在做料理的过程当中啊，哇，这味道那个香到真的让我真的是垂涎欲滴呀。尤其看到那个菜出来哦。如果不是要拍节目，我跟你讲，我马上偷吃。如果是我妈妈在家煮的时候，我一定马上偷吃。可是没有办法，为了拍摄节目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个菜真的好吃，有很多会问我说啊，为什么我看你吃物件那这好吃呢？吼，我讲啊，我也无跟吃，算不什么物件对我来讲这好吃。可是真的，很多人说，可是我跟着你的脚步去吃，好像没有想象中这样我说，因为你要照我点啊，如果你不是照我的方式去点的话，那你说你会觉得好吃吗？我这个人喜欢吃辣，喜欢吃 Q 的东西，再来我喜欢吃甜的东西，所以只要有这3者，我都觉得好吃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如果呢对这3样东西你也都喜欢，就表示你的口味跟我的口味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也一定会觉得好吃。当然我要再慎重的讲一次，就是说，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呢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的口感是不同的，就像每个人的嗅觉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喜欢这样的香水，有的人喜欢那样的香水，那味道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总之而言呢，我是把我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介绍给观众朋友，那都能拿观众朋友你俩干嘛喝家庭，让来气甲矿买哦。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放眼大台南节目，我是梁慧珍，拜拜。